又到年底，好多樓盤啊都開始交樓，我有10幾個粉絲啊都安排喺今個月驗房，辛辛苦苦還咗2年嘅房貸咧，終於咧收成正果，等到收樓。當你滿心期待攞到收樓通知單嘅時候咧，買房當中最後一個大坑，往往最容易踩到嘅。我一共咧買賣過3次房產，收過3次樓。第一次咧，作為一個小白咧，我去到現場收樓，發展商俾我一大堆文件簽完之後咧，交咗水電物業費啊、管理費呢啲咧，然後我帶埋驗房師上去驗房，驗完房之後咧就感覺上當啦，發現好多問題，好似瓷磚空鼓一大堆，大門刮花咗，門窗都關唔實，洗手盆玻璃打膠都打得唔好啊，有漏水嘅情況啦。呢個時候咧點算呢？你會發現啊，開發商啊就係大爺，我相信好多人都經歷過。你好聲好氣去嗌開發商幫你去整改，特別咧你係想快啲入住，比較急嘅，冇計嘅，真係冇辦法。我在後面買樓收房當中咧都學精咗，今日咧我就把呢個流程分享俾大家，點讚收藏轉發俾你哋身邊有需要嘅朋友。收樓嘅第一步咧就係有4個證書一定要睇清楚嘅，重點咧係睇竣工驗收備案表，證明呢套房已經通過驗收，確定有證之後咧唔好交錢，唔好簽字。下一步咧就係驗收，具體點驗收咧？我總結咧8個字：先外後內，先地後天，先水後電。具體咧要交俾驗房師嘅。通過阿 Ken 買樓咧係有免費驗房呢個服務，喺惠州每一個屋苑都 OK 嘅。驗房過程中咧，驗房師係有問題嘅地方會登記，會出一份驗房報告清單，然後咧你要求發展商物業登記所有嘅問題，等佢哋整改就好啦。但係整改嘅過程中咧，90%嘅人都會遇到一個問題，就係咧整改嘅速度咧非常之慢，一直拖拉拉，反正就係各種敷衍啦。最後咧粉絲朋友都揾到我都非常之積極同發展商去溝通，但係作用都唔大。畢竟售後同埋營銷係2個唔同嘅部門。嗱，呢個時候點算呢？我教你一個方法。睇嚟咧，今日咧我又要得罪發展商噶啦。呢個辦法咧就係你要懂得打惠州市長熱線，打12345投訴電話。你唔好質疑有冇有用，反正我成交嘅粉絲啊都係有效果，除非發展商擺爛啦、躺平咗啦。嗱，但係一般呢種情況咧，呢種嘅樓盤我一定唔建議買嘅，因為你叫發展商去整改，發展商咧係冇咁積極嘅，隨便拖你1頭半個月，非常之正常。主要係相關嘅部門，住建局、市場監管呢啲部門揾到佢哋，冇其他辦法嘅。一次唔得咧，你就多打幾次，上面有人揾佢哋傾偈咧，佢哋咧自然會積極去整改嘅。嗱，整改之後咧，發展商會通知你再次去驗房就 OK， 冇問題咧。你再確認發展商原來3個證書齊唔齊，包括住宅質量保證書。嗱，呢個時候咧就係發展商對你呢間屋最基本嘅承諾，相當於保收。住宅使用說明書、間屋面積實測嘅報告你要睇清楚啊。當時嘅網簽嘅合同同你呢間屋係大咗定係細咗？如果正負值超過3%，你有權選擇退房，證件 OK 冇問題啦。最後咧就到簽字交錢，開開心心收樓噶啦。我係阿 Ken， 喺惠州一個有溫度嘅房產經紀人，有任何喺惠州買樓唔懂嘅問題咧，都可以隨時 follow 翻我或者私聊直接揾我嘅。咁下期再分享。
希望呢條影片可以幫助你哋。